时候来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君君来挑战一下你身后的这一张 pose， 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动作。就是我今天呢，我觉得我被我这个服装禁不住了，我的手有点抬不上去，那我就做一些下。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们先做一下下面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好。找个键盘。哦。哎呦。天哪！天哪！君君杀我啊！真的就是。你发如雪，凄美了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？有明月让回忆交接，爱在月光下弯。天命。哎呦！天哪！天哪！你们的这个天命是谁呀？君君啊，谢谢。刚刚沉浸式的欣赏到了年轻入伍的这个动作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回到主舞台为大家送礼物，好不好？有请。动作好不好？哎，往这儿走，对，然后绕一圈，对，贴脸绕一圈，好，来，绕手腕，绕头，过，哇，这眼神儿，行。